盧榮之人生嘅轉捩點係佢結識咗殺人狂魔法子英。佢喺一個朋友嘅婚宴度邂逅咗法子英，佢人生嘅悲劇呢，竟然係由人哋嘅喜劇開始嘅。嗰晚法子英咁啱坐喺佢身邊，法子英皮膚黑，外形瘦削，有一種粗獷嘅氣質。佢沉默寡言，但係態度好友善。盧榮之覺得佢好吸引。不過法子英冇同盧榮之搭訕，盧榮之亦有多少怕醜，大家冇乜交談咁飲宴咗成大半晚。席散之後，盧榮之走出門口打的，由於好多人一齊截車，一時截唔到。呢個時候，法子英突然騎住一架電單車，一陣風咁衝過嚟請佢上車。佢望法子英一眼，睇到一個充滿魅力嘅笑容，就咁不能抗拒咁上咗車。呢一上車，從此就上咗一條不歸路。佢哋合作殺嘅第一個人係一個做生意嘅人，叫做洪啟義。晚上9點，洪啟義揸車去市中心。佢啱啱開完一個冗長嘅工作會議，身心都有啲疲累，想揾一個地方飲酒。佢駛咗入酒吧區，其實佢嚟過好多次噶啦。不過今晚佢發現咗一個新開嘅場，叫做白鹿夜總會。佢行入去，於是佢成為盧榮之嘅獵物。呢晚盧榮之係第一晚返工做坐台妹，佢嘅任務係負責狩獵有錢人。洪啟義打扮隨意，不過佢相貌堂堂，皮膚細白，尤其是手腕上嘅勞力士錶出賣咗佢。盧榮之主動行埋去，叫洪啟義請佢飲酒。洪啟義咧就同所有有錢男人一樣咁好色。盧榮之嘅樣靚，仲要身材好到好似個可樂樽咁，而且非常熱情。飽滿嘅乳房不停咁摩擦住洪啟義嘅手踭。洪啟義好快就俾盧榮之嘅熱情攻陷咗，一杯啤酒未飲完，就買中帶同盧榮之出街啦。盧榮之話唔使去酒店，去佢屋企就得。洪啟義咧以為盧榮之幫佢慳錢，殊不知佢其實去送死。洪啟義一行入盧榮之屋企，法子英就喺門後邊撲上嚟箍住佢。洪啟義其實高大過法子英嘅，但係法子英好大力，洪啟義竟然掙扎唔到。法子英另一隻手揸住一把好鋒利嘅菜刀，喺洪啟義條頸度捅咗幾嘢。洪啟義就累咗喺度，冇再掙扎啦。盧榮之第一次幫手殺人，佢驚到全身發抖，佢揞住塊面唔敢睇，聞到一陣攻鼻嘅血腥味。當佢發覺有熱辣嘅液體喺地板度流過嚟，掂到佢嘅腳趾，佢尖叫咗一聲就衝入廁所嘔起上嚟。食物嘔完就嘔黃膽水，佢撕心裂肺咁樣喊。呢個時候，法子英行入嚟攬住盧榮之，好溫柔咁話：凡事都有第一次噶嘛，下次你咪唔驚咯。唔係我哋點會發達呢？盧榮之一路喊一路點頭，然後慢慢冷靜落嚟。佢哋喺洪啟義個身抄到大量現金。洪啟義嘅卡片顯示佢係3間公司嘅董事，佢屋企可能有更多值錢嘅嘢。跟住落嚟呢，佢哋將洪啟義個頭斬咗落嚟，裝落垃圾袋，然後就照卡片上嘅電話打過去。嗰頭係洪太太聽電話。法子英話佢係洪啟義嘅朋友。洪啟義飲醉咗翻唔到屋企，不過佢可以送佢翻嚟。洪太太有多少奇怪嘅？洪啟義雖然成日飲醉，但係從未試過醉到翻唔到屋企嘅噃。不過佢成晚唔見咗人，已經有啲心急，就俾人吐問咗佢個地址。呢一晚，盧榮之同法子英上門洗劫。屋裏邊除咗洪太太，仲有個7歲嘅女阿文文。佢哋一入屋，法子英呢就將洪啟義個頭呢劈咗喺洪太太面前。洪太太兩腳一軟就慣喺地下，全身打冷震。文文喊起上嚟，法子英拉洪太太起身，叫佢將啲現金同貴重嘢攞晒出嚟。洪太太驚到唔識講嘢，即刻抄咗20萬現金出嚟俾法子英，但係20萬並冇令佢執翻條命噃。法子英仍然要殺佢兩母女。盧榮之畢竟做過小學教師，
佢求法子英唔好殺文文。法子英話文文認得佢哋唔殺唔得噶嘛。盧榮之於是衝入廁所韞住自己，不過佢仍然好清晰咁聽到文文嘅慘叫，佢揞住耳仔，自己亦尖叫起上嚟。呢一晚，呢對狗男女除咗20萬現金，仲將屋裏邊嘅貴重嘢，包括金飾啊、手機啊同勞力士錶啊，全部納走，收穫非常豐富。盧榮之嘅內疚咧得3分鐘熱度嘅啫，好快佢就為收穫咁豐富而興奮起上嚟。佢更加決定咗要跟法子英走江湖。法子英呢個人呢，佢嘅人生就好複雜嘅。法係方法個法，呢個姓非常奇特。法子英亦俾盧榮之一個非常奇特嘅感覺。法子英出身窮，15歲嗰年呢，因為搶劫坐咗8年監。出獄之後咧做小販，冇幾耐咧結咗婚，有一個女。不過佢同老婆咧唔啱嘅，想離婚，但係佢老婆咧就認為離婚好冇面啊，一直拒絕辦離婚手續。結果法子英咧俾咗10萬銀出嚟就走咗，從此老婆咧就冇再見過佢啦。至於盧榮之背景就單純好多，1989年初中畢業，成績好好，考到入師範，專攻幼兒教育。佢冇去讀大學而揀咗讀師範呢，因為佢選擇咗獻身教育事業。據盧榮之嘅同學話，1989年嘅九江師範呢係得一個幼師班嘅啫，只有容貌、身材、性格全部優異嘅人呢先至會取錄嘅。不過1992年盧榮之畢業，雖然佢好想教幼師班，但係就俾人分配咗去做小學語文老師。點知教咗2年呢，就因為識咗法子英而辭職。佢打算去同法子英做生意，仲因為咁同屋企人大吵，最後屋企人讓步。法子英第一次約會呢，就強姦咗盧榮之。盧榮之冇打算報警，法子英呢種行為令佢好興奮，尤其是當佢知道法子英曾經因為行劫坐監，佢就義無反顧咁對法子英仰慕起上嚟啦。佢帶咗6000蚊同法子英離開九江，先後去過深圳同上海做生意，但係就蝕晒啲錢。盧榮之同法子英都好大使嘅，佢哋要過豪華嘅生活，但係2個人都冇穩定嘅收入來源，咁點算呢？法子英話佢哋冇錢，如果要過好嘅生活呢，就要不擇手段，如果唔係呢，就窮一世。盧榮之呢，於是開始做坐台小姐。後來索性發展到以美色嚟物色搶劫目標啊！盧榮之咧喺學校辭咗職，去白鹿夜總會做坐台妹。佢要物色嗰啲好色嘅有錢人嚟落手，呢種行為令佢非常興奮。其實盧榮之自細咧就係個循規蹈矩嘅好女仔，係學校嘅模範生。老師生涯咧又要佢好嚴肅咁做人。雖然呢種生活係佢自己選擇嘅，但係毫無疑問係有啲苦悶嘅。佢嘅人生好封閉，法子英係佢封閉人生嘅一扇窗口。佢要走出去呼吸一下自由嘅空氣，呢啲先係佢需要嘅新生活。盧榮之同法子英殺咗洪啟義一家，就由江西南昌潛逃咗去溫州。當時係1997年，盧榮之又去做坐台妹。2個人又吃喝活浪，好快咧就將劫殺洪啟義得出嚟嘅錢都使晒啦。呢次盧榮之竟然向自己嘅同事落手，佢誘騙咗2個坐台妹翻屋企劫殺，得手之後又逃亡。呢次佢哋走咗去安徽合肥，但係錢邊夠佢哋使啊，好快又使晒，於是又做案，於是咧佢又再做坐台妹啦。呢次阿盧榮之結識咗殷建華，佢發覺殷建華好有錢，佢同法子英商量一下，決定要做單大嘅，於是佢哋做咗個狗籠啊，將殷建華誘騙翻嚟，裝落個狗籠度，勒索30萬，但係殷建華拒絕，盧榮之於是出去誘騙咗另一個男人翻嚟，由法子英當住殷建華個面殺咗呢個人，仲割咗個頭落嚟。殷建華嚇到即刻打電話翻屋企，叫佢老婆交30萬贖金，由法子英去攞。
法子英臨出門咧，向住個九龍開槍殺咗殷建華添。點知殷建華個老婆報咗警，法子英去攞錢嘅時候俾人捕，爆發咗槍戰。法子英中槍打斷咗右腳，就咁俾人拉咗。嗰頭盧榮之見到法子英咁耐未翻嚟，知道單嘢黃咗，就即刻走。盧榮之走得甩，其實係多得法子英。法子英係咁誤導啲差佬周圍撲，爭取到時間俾盧榮之走。法子英諗嘅唔係自己，佢係念念不忘咁掛住盧榮之。當佢知道阿榮之走甩咗，就鬆咗口氣，仲開心過自己走甩。據後來法子英嘅辯護律師話，法子英一直俾人陰森嘅感覺，對人或者對自己嘅生命都係冷漠嘅，亦從來唔會提到自己嘅家人。唯一令法子英顯露人性嘅事呢，就係盧榮之。盧榮之喺合肥走咗去廣州，喺呢度佢邂逅咗一個新情人，呢個人叫做張帆。佢驚再做坐台小姐會俾人發現，就去咗一間酒樓做侍應。就喺呢度呢，佢識咗張帆。張帆係一個小學老師，同以前盧榮之係同行，大家特別好傾。張帆冇咩錢，但係佢真心愛盧榮之，盧榮之亦好愛張帆，大家相戀咗5年。張帆求婚，盧榮之就不辭而別。呢一次佢潛逃去潮州，然後係鄭州、長沙、深圳、中山、福州，每個地方都生活一個短時期，做不同嘅工作，用不同嘅名，受好多男人追求。無論咩男人佢都冇心交，就咁過咗10年，最後嚟到廈門。喺廈門，盧榮之重操故業，喺酒吧做坐台小姐，主要嘅工作呢係賣酒水抽佣。佢成績好好啊，因為外貌出眾呢，就俾人封咗做女神。老闆仲用佢嘅肖像印海報擺喺鋪頭門口。啲客話盧榮之着衫好靚，講嘢態度好溫柔，好受中年酒客歡迎。每月咧可以分到1萬蚊分紅，喺當地嘅酒吧界咧係最頂級嘅收入噶啦。後來又有一個做鐘錶嘅老細追求佢，呢個人叫做許雲峰。許雲峰咧本身有老婆嘅，不過盧榮之唔介意，佢中意許雲峰個人。以前佢唔想拖累張帆，因為張帆想同佢結婚，而家佢做小三金屋藏嬌，佢反而可以接受喎。許雲峰唔想盧榮之再喺歡場揾食，就叫佢唔好做。盧榮之唔想唔做嘢，於是咧就做咗鐘錶售貨。盧榮之啲同事咧對佢嘅評價都好高嘅，話佢打扮好時尚啦，氣質好。盧榮之於是展開咗佢嘅新生，佢衣着講究，生活豐富，養咗2隻狗，又喜歡彈琴，又去畫廊畫畫，拉小提琴，性格開朗，完全係一個好高質嘅美女。就咁又過咗平靜嘅8年，但係呢種平靜咧其實有暗湧嘅。警方從來都冇放過追查呢單案。到咗2019年11月，廈門警廳通過人面識別咧，發現咗一個疑似盧榮之嘅女子出現喺一個商場嗰度。公安經過偵查後確定就係盧榮之，於是即刻採取行動拘捕。盧榮之冇反抗，後來警方同佢影相，佢對住鏡頭笑得好無味，神情咧好淡定添。不過呢種淡定亦不過係表面。2020年12月21日，盧榮之喺南昌受審，佢拒絕承認同法子英一齊殺人。佢話佢自己係被逼犯案。法子英殺人嘅時候咧，佢匿喺間房度，佢並冇幫手殺人。佢受審嘅時候睇到受害人嘅照片就嚇到尖叫起上嚟。結果盧榮之咧依法判處死刑。佢當場提出上訴，但係二審維持原判。盧榮之終於喺2023年12月18日上午正法。